喺香港租月租酒店，唔係你表面上睇到咁好，好多問題係你入住咗之後先至會發現。我本來精挑細選，對比咗6間月租酒店，選擇入住呢一間就係貪佢價錢夠平，空間夠大，交通方便。但係住咗2日之後，各種問題就浮面啦。首先，酒店配置嘅枕頭又腍又高，瞓咗2日之後個頭真係好痛，向前台反映咗，換咗另一款都唔得，最後都係要搬自己個枕頭嚟先搞得掂。仲有呢個雪櫃，睇落有冰格，但係完全都唔凍，專登買盒雪條嚟測試一下，雪咗1晚都係腍嘅。仲要咁大間房，淨係得1張凳，嗌咗外賣2個人只可以屈喺張梳化度烏低頭食，好唔舒服。但係呢間酒店嘅優點係可以蓋過以上嘅缺點。首先就係位置非常之方便，呢度步行可以去到地鐵站，而酒店有穿梭巴士可以去到尖沙咀、西九龍高鐵站，門口亦都有巴士站可以去到其他嘅地區。對面仲有集運倉，網購買嘢取貨超方便。呢度步行距離周邊有多間嘅民生配套啦，餐廳、食肆、銀行全部都有。不過酒店餐飲方面就有驚喜，亦都有雷啦。我自己試過呢度嘅壽喜燒，性價比超高。我哋加咗1份肉同埋刺身，人均都係200幾蚊咋。自助晚餐，我個人覺得燒麥係比較正嘅，燒羊架、黑松露薯仔燒肉都好好味。不過海鮮冷盤選擇就比較少，住客優惠價埋單接近500蚊，我個人呢就覺得唔算太抵啦。呢間酒店仲有其他小缺點同埋優點嘅，想了解更多嘅話，留言886聲俾你。